左手的5个指缝对应着琴弦，琴师拨动哪一根琴弦，针便要插入哪个指缝之中。弹完一曲君别泪，天涯再遇断指人。姑娘，你不善音律，咱别赌了。我在我家乡可是这个游戏，加尔木可没有这种玩法。银城有没有，就不知道了。你要是输了，就先告诉我，为什么对我的传家宝这么感兴趣？开始吧。这么粗，这也叫针啊？多磨砺几次人骨，不就细了吗？姑娘，这太危险了，你可别……哼，好啊。为什么蒙着脸不敢示人？看你的手细皮嫩肉的，应该是没有输过。等我赢了，下一回赌的就是你的真面目。龙姑娘，现在怎么不与我聊天，解解闷了？这音乐不错，本姑娘听入迷了。此曲的后半段才叫精妙。我见你把脸蒙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一双眼睛，实在是不够彻底。不如我们玩个刺激的，蒙眼插针怎么样？哼，我从小混迹江湖，这双手也没少见口子，不差这几下。来嘛，顶多个把月就可以愈合的。啊，这要是断了指，那可就不一定。你这枚玉锦鲤在民间实属罕见。它上面雕饰的锦鲤品种是玉钿鹰锦，只有皇宫才有，寻常百姓家根本不可能有。你说这是你家传之宝，分明就是在说谎。竟是皇宫之物。